啊？做咩而家先翻嚟啊？得，BB， 等等先，好快。BB 啊，我知你中意食呢間鋪嘅蛋糕，我特登買俾你㗎。你想食幾多件啊？BB 啊，食一件夠啦。BB 啊，你認唔認罪？嚇？根據情侶基本法，你係一個極度自我保護嘅人，對性就更加封閉，所以好難盡情享受到性嘅歡愉。要好好享受愛，就要嘗試放開執着，擁抱你嘅另一半啦。你有冇聽我講嘢㗎？問你死未？BB 啊，仲有2件喎，夠啦。BB 啊，咩事啊 BB 又買咗件戰衣啊！真係㗎咦，喺衣櫃度啫嘛。 ？OK， 我去。我嚟啦 BB。我嚟啦 BB。BB 又買支勁嘢咧，噴完不得了㗎。係咩？擺喺邊啊？哇！好，嚟。不如 OK。你對性嘅慾望唔算太弱，不過你係呢方面嘅條件主義者。當情慾來襲嗰陣，你希望情人可以先配合你嘅浪漫條件。如果對方唔肯配合，你就會周身唔聚財。不過愛唔係建築喺條件之上㗎，所以要真正咁享受愛，就唔好咁自私啦。BB 啊，食剩一件嘅，唔食啦。BB 啊。我嚟啦！咩事啊 ，BB？ BB 我知有粒石唔見咗啊！再整個啦！哦。戀愛對你嚟講係頗重要嘅一環，你亦都會好真誠咁樣令到伴侶好有安全感。不過你會因為突如其來嘅雞毛蒜皮事，搞到你分晒心。記住，千祈唔好俾熱情熄火啊！都揾咗3年啦，我谷到老啦，得未啊？哇 ，BB， 你食晒啊 Give me more！你想點啊 ，BB？ 哇！想走啊！溫柔啲喎，溫柔啲啊！對於情侶間嘅歡愉事，你幾乎從不冷淡，更樂於做主動，嘗試各種新招式。所以一般情況下嚟講，做你嘅伴侶應該好享受嘅。可唔可以唞唞啊？